李武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是高山的女朋友？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孩子啊，终于有个伴儿了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来新疆啊？高山呢？吴姨，你能告诉我当年清润破产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吴姨，当年清润是我们这儿最赚钱的厂子。老高人讲义气，说要带着我们一起致富。现在有个巨大的机会摆在面前，能让我们清润一举成为全国性的优秀企业。实施股权激励计划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购买公司的份子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。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意外就发生了。大龙突然撤资，清润的资金链一下子就断了，所有的供应商都找上门了，厂子一下子就倒了。当时大家都跟着老高一起把钱都投进去了，甚至有一些钱都是借来的。唉，他们老高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镇上的罪人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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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高说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但是谈判最后还是失败了。老高一时想不开啊，就对了，你也不要怪老五。当年他们家把所有的家当都投进去，血本无归。她没了丈夫，还有一个小女儿青青。那高山呢？当年珊珊是刚高考完，她安顿好家里的事儿，就一家一家的登门道歉。当时大家都在气头上，难免弄出很多的不愉快。他说会把欠大家的钱都还上，也不知这孩子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一直陆陆续续的寄钱回来，直到上一年终于还清了。债是还清了，但有时候一些伤痛一旦形成了，一辈子都没办法弥补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弄人吧。那个时候心里肯定很难受。是啊，但是他没怨过一句。这孩子太不容易了。